来看高雄桥头地检署侦办退休的长官康涉着强奸案已经约谈超过20个退休的长官，申请羁押将军孙海德、石康明甲退休的上校刘万里3个人怀疑是裁定这3个人会当交保，检方不服提出控告。怀疑昨开庭定性裁决是并盘，所以最后怀疑是裁定这3个人拢爱羁押禁见。本审的承办法官认为，被告3人涉嫌均属重大，且有相当理由就认为被告3人有逃亡及勾串之余，并有羁押之必要，故予以羁押禁见。被告石康明捌做过蒋纬国的秘书，互指控甲孙海德、刘万里去受国军退休的将军去中国接受招待，嘛甲中共的统战部门接触，宣传和平统一、一国两制桥头地方法院正是裁定讲3个人会当交保，限制出境。检方提出控告，法院伫10昨定审，审将近7点钟。法官是以经济重大有逃亡、串证的疑虑，所以裁定这3个人就要羁押禁见。